아리랑 아리랑 아라리요 아리랑 고개를 넘어간다 4个月前去检查，我有帕金斯症啊，脚一直动一直动啊，然后吃东西就是手这样子。 就一直吃药，一直每天都去医院，都没有效啊。以前我爸爸是韩国领事，他来台湾，他先来，然后我妈妈是第2年才带哥哥姐姐一起来，我在这里出生。主要是韩战、日战不能回去这样子。안녕하세요， 저는 김형숙입니다. 한국 사람입니다. 여기서 대만 사람들이 제가 김치 만드는데 맛있다고 다들이 돌봐주어서 얼마나 기쁘는지 저도 모르겠습니다. 그러니까 다음에도 더 맛있게 만들어서 한국 사람들이, 대만 사람들이 다 나를 좋아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我是5点50起来，打开门，按那个单子，那单啊哈，都要拿来排好了，膝盖扭先做没有？要排好了。这个呛人啊？没关系啊。之前差不多7点了，你也菜哦，刚不切的我两块台湾菜都是洗菜呀，你也知道洗米菜呀，洋区洗菜。我做泡菜，问妈妈讲泡菜我用做，我想我做了卖安尼啦。其实高矮鸡肉了量高矮3度，佢讲红瓜油千元，中下我用苹果磨千元，再放鱼露这样子了。结果我头一次放鱼露，这里气候太热，我触手，所以就没人买饼派，只买苹果。是妈妈亲自教你的？对，他就是把基本该要懂的原理告诉你。他是我洗来片酒的阿妹，洗来片酒洗。小鲜肉的妈啦。我都发给他们手套、口罩、帽子。那么戴口罩，我做些个泡菜而细的东西，你经公法配合人安尼带落去，你就没通过了。休息家里的哈，是中下用剪刀剪的，卡断的模安尼冲安尼啦。做我个员工吼，我看吼。我真无看人啦，我T2、T2、T3安尼看吼，连人唔问人，我就无休息了。那2个男士做些俄罗不罗，干嘛都没抢。早不早？哎，早。你要开始叠货了吗？对哈。今天很多了，今天你看这一张满满的，然后还这里，台中工业区啦，它是送西屯的。在金妈妈太欢的来，出门了。
这个是一开始只有我妈妈在做而已啊，所以说她负责做啊，我负责送，这样一开始是这样，等于说如果说以员工来讲，我是我第一个员工啊。921地震结束以后，才比较正式的有在周了给抛菜啊，后来生意就好像比较好了，比较扩大了，我妈妈就打电话给我，很来叫来听周了抛菜。刚开始嘛，一家人送泡菜的，到现在我们整个台中市区慢慢都有变4家人都送，大台中的一家我们没收那种宅配的费用，其他的外县市都用宅配的，宅配就要收运费了。哇，车子好像弄到，哇，怎么那么刚好？轮胎应该破掉了。把它压到什么东西？是什么？去慢起来无风。这里有没有车行？有啊，可能要打电话好了。喂，阿豪哟，麻烦那有冇？我车可能爆胎的啦，又抽到东西的啦，你差不多叫不到。好，马上要过来了，主要就是整个的流程啊，账务。然后我哥他们是去送货嘛，然后有人他们就接那个单子嘛，对，然后我就整个去统筹，这样子去弄，然后叫货需要多少量，每天要出多少货，大概是这样。原来天气台的客家电视台。啊，早晨拖出来啊！起来完全送货啊，都按都当到了。跟他走久了，几乎不想。安尼哈，金米安是对了哈。你以为什么？有了。安尼是对了哈。好，落来，可以了。OK。度后，可以去买彩券。做这个泡菜也等于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因为其实一开始是我爸爸学校的老师喜欢吃这个泡菜，刚开始都是我妈做这个泡菜送给他们吃，然后送那个老师他们也说不好意思要你这样送，就不用跟你买的啦，然后就是这样。1传10，10传100，这样大部分都是这样做起来的啦。因为我们这个有时都有送餐厅嘛，有的刚开始生意很好哇，我们就一直送泡菜给他，一直送泡菜。到现在有的本来生意很好的那个餐厅，都生意变得很不好，整个大环境不好，真的不好。今
点点钟啊2:20左右来啦，来了将叫上点钟子叫好了，基本上按旧的泡菜做较少，满百含做5000斤是做较久啦。啊，连安吼做2500、3000斤将较少啊，所以时间今日嘛较强。两届照轮啦，一届交的是这生日，啊加点动物交的来日，啊加点机器交。这个交了嘛穷讲啦，就你的人是交按多啦，啊普通茉莉的人是交1步，啊俺那交俺是交1路，俺没茉莉。俺是叫我较久，我较久的。像这样。你按的姿势唔得啦。这洗菜的时候没有拨开。脚比软来啦，脚比软来啦。啊，就这位人洗一枪，洗出来洗一枪里，啊，所以我看了解那无好，就去讲下，俺只来看了，啊个了是叫的时间。啊，加添洗是无枪力，也是讲下安尼啦。啊，你若讲，研究一研究一度洗动多的时节，也只是投500克本钱啦，啊，其实洗动枪安尼啦。之前有调整时间嘛，他们可能3天半夜来切菜嘛，你盐巴下的量就会不一样。他们现在改在前一天的大约6点左右来切菜，隔到第2天的你相对泡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你盐巴的量就会不一样。其实他只是做调整哈，这样子对这些他们员工来切菜的话会比较好，不用3天半夜来切也太累了，因为我们的基本上都是这附近的。欧巴桑，这附近的，对，就大家互相帮忙、互相照顾这样。这里是向上市场，我31年前来的时候。这里像这样临时的没有了，都是大商场、大百货公司，像这样的里面没有说这样路边摊这样卖的，就是像百货公司一样，都是很干净的地方啊。那些小姐都很好，叫我摆在她家她的门口。你要去哪里？我带我的朋友来，在哪里？另外一个嘞，在那边啊，还在那边呀？去那边。这是我的朋友，他卖化妆品。姐姐，你来了，卖化妆品。你好漂亮哦。卖化妆品，我们真的很荣幸，真的遇到我这个好漂亮的姐姐，韩国的。谢谢。我可以问一下，你用什么保养？资生堂。觉得你皮肤好好。回来这边看一看，你很开心吗？心里有很难过的感觉，没有钱买车子，骑摩托车从东市骑到这里，1个半钟头。那时候我没有请人做泡菜，啊，我回去我一个人又要做泡菜，这样。那个时候我的泡菜呢，新拿来啊，他们是不认识我啊，这样看了以后，哦，你的泡菜很干净，可不可以品尝看看？啊，我有的是给你，也给他，这样子。啊，然后下次来的时候他会跟你买。它这个60块，这个前天80块是贵的。啊。
这阮都有啦。啊，好好，我紧啦。 7年当中做了哈，一下骑摩托车到了新社区送给人家吃，啊，有人看我可怜他会买，然后又跑到古关，每天做久了会坏掉都丢掉啊。我先生一直骂我，没有人买，为什么还要做来这样丢掉？不用钱吗？有一年美凤有约比赛。 我去参加比赛得第1名，他给我6万块，我才买冰箱。我23岁嫁过来的了，啊，这个先生是有人介绍说他家很有钱呐、啊，妈妈说嫁个有钱人，女孩子有饭吃。 不用愁说没有饭吃这样子啦。我卡就5只手啊，老大、老2是日本人呐、老3是客家人，老4也是客家人，老5就是韩国人。婆婆每天都要骂我，菜煮好放那里，她就看到不对，啪向下丢。 哎呀，我吓了一大跳，我都吓了一大跳。他们的青菜那些我不敢吃，猪肉这样夹1块，婆婆就开始骂了：“查某人爱什么中的盘啊？”安尼啦，又不敢又放下去。他老公是高雄啦，新下工当管理组长啊，然后教物理化学，他是大男人主义啊，安尼。 你呐，懂起来唔会讲歪歪啊。他的优点就是说，唔会讲随便安尼骂人呐。人呐头讲的时阵，佢唔骂啦；人呐无头讲的时阵吼，佢是唔骂啦。佢本来吼刺剑中风吼，几10年总啊唔难啦。后来佢要上岸，紧出判安尼。 啊，就去医院待2礼拜，去年的7月，安尼只死赔的。我算是还很喜欢啦，所以晚上睡觉我都会做梦他。还没1年哦，都没不梦哦，没不梦记呀。啊，我同我来讲，我想你爸啦，你讲。 我安尼紧提讲啊，我讲我想阿爸，我想阿妈妈啦，安尼啦，看用个啥啦，安尼讲啦。淑美，她是从我先生开始来的，她来我家已经16、17还是16年了。 妈妈在60岁左右，我才进入这个家庭的。因为跟妈妈看到陈老师破病以后，又要做事业，又要照顾老公，所以佢都拜托我全心全力来照顾陈老师。去医院拿药啦也好，看医生也好，复健也好，我该做的我都尽量做。佢妈妈也真信用我。 我8點多位就判就好，因為佢媽媽跟周旋時頭中下做烘的切菜，做泡菜，平時中下西洋菜、魚香湯安尼。啊，講緊呢，佢媽媽泡菜，小菜，佢媽媽有時候是個較養生的個菜中下油，啊，加來吼較青菜、炕肉啦，俺較簡易呢。 啊，冇到拍車3層豬肉啊，啊，佢米料都會做了豆腐乾安尼。可是身體冇嘛好了吼，食東西吼，再路中下冇嘛開，啊呢再中下苦糟糟，啊中下胃口冇嘛好，啊食東西中下食便的、嫩的東西，我講佢媽媽。
食泡咯，伊讲好，很新鲜。我想讲，哎，在那些条东西，伊都安尼，胃口无嘛开，总啊食泡咯，啊搅滚水，啊食条东西细碎碎，总啊是真少个迄个。啊，我就尽量哦，煮较伊爱吃的东西，伊爱吃的菜路安尼。哇，我的鱼煎得很漂亮，煎同酱诶，啊，今年煎的唔同好吃呢。因为今下我是煎糟的鱼，用煎的鱼啊，啊，煮糜吼，今较冇食，啊，太细来用煎的，今妈妈吼，较爱食煎的鱼啊。好，吃饭了。我是金妈妈的大媳妇，在她家6年啦，看到他们家这样子，怎么讲？关心是一定关心的，可是他们都不会表达，爱他们说不出口啦，互动也要怎么讲，一板一眼，就很奇怪哈，不会说很融洽，大家一起这样讲话，好像是各自都是忙各自的事情。小叔跟他都很木讷，讲话真的跟妈妈讲话都不会沟通，各自都是怎么样？他想他的，他做他的，都不会表达啦，嘴巴说不出来，可是心里会担心。本来就是没有感情，所以说他们只有说妈吃饭啊，然后一个老大妈，我去送货了。那时候情感也比较好啊，哎呀，对，过比较好的时间，也是对啊，大家相处还算比较融洽啊，尤其我爸爸还比较健康那时候啊，那时候大家还要偶尔还会聊天啊，还会啊，对啊。在家休息一下，先是脱掉休息一下，他现在就要等那个小孩子。她男朋友。对啊，他小男朋友。我们家从小开始没有谈什么叫爱不爱，也就是说会谈这种东西会变得很生硬。但是我是他儿子，这是绝对可以确定的，对不对？我一定会尽我个人当儿子的一份责任嘛，对不对？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嘛，对啊。今暝带金妈妈到den青医院去看门诊。3年前左右就有那种的帕金森氏症吼，安尼有略有一丝感觉，但是对去年陈老师做了以后，伊病情吼又搁加较重咧。头3个月前吼都有检查，全身的检查，有医生看了，确实系到帕金森氏症。
我儿子一坐就是这样，一直搅，一直搅，一直动，一直动啊，然后吃东西就是手这样子，一直都这样。我儿子一坐就是这样，一直搅，一直搅，一直动，一直动啊，然后吃东西就是手这样子，一直都这样。啊，今年嘛係後帶佢嗰度將來胡醫生看，那就好，安尼就手就緊切人，錯啊。主醫嘛就講吼，其實就吼按不時頭睡冇乜得，加後遺症誒，該病情係會一怕會唔記得事情，啊，講過嘅事我總係會唔記得。有时候口袋里放钱呐、哎，明明这里我说我这里放了，2000块，怎么只有100块？其实是100块。有时候心里想说，我1月份生日的时候，有人送我黄金项链跟那个手环，啊，就明明放在抽屉找不到，就真的是找不到。我爸爸吼够行了吼，他整个人的可能是那个心情哦，就突然好像家里失去一个重心哦，或者他心情自己也低落，长时间这样累积下来哦，然后身体就觉得这样好像急速老化、急速退化这样，然后就会越来越严重。你们开车都开好快。嗯，還好呢。今媽媽試車下嘅，東西到幾咯，2點半鐘就到咧。明天天阮即陣冇迄套講識破啦，那恁講袂即陣才會總好來啦，啊，天魔。金媽媽說明天早上她會替你們準備早餐。金媽媽，電前醫院到咯，啊你啊落車，按等下下來停車，按那通門後等下哦，哦，等下，阿介唔該開門。其实看了我们这个心里哦也是很难过了，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啊。因为怎么讲，毕竟再怎么样，她都是我们妈妈。4粒粒，6粒粒，1粒，6粒粒，4粒6粒。睡前呢？睡前用的，他会重复吃。有时候他会要问我说：“哎，怎么我的药好像要在哪？”我说还没有到，时间还没有到。他就是吃药吃太多啊，他自己一个人他的话随便吃，他1个月可以当1个礼拜吃，所以他又骑摩托车又跌倒。所以药量的话也是需要控制啊。现在就是回来看他一下子啊，注意他吃药的情形啊。帮爸爸走后，他都不吃饭哦，乱吃药这样子，所以他精神都会恍惚。淑梅姐不是看着吗？有了，他有看。他看着没有用啊，他晚上他睡觉他就吃啊，所以下楼梯很危险。主要也是不吃饭啊，然后没有体力啊，没有体力的话，表示不吃饭就是他没有去买好吃的菜啊。现在越来越抖了，脚也是啊，现在都不自主都会抖啊，所以骑摩托车很危险。好了，现在可能会就爸爸身体这样哦，会比较常回来处理。吴爸爸没有来吗？没有啊，是吗？
淑女好久不见啊，阿姨，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抱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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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抱一下，越来越漂亮呢！啊，越来越漂亮，真的吗？真的越来越漂亮。我认识金妈大概有40-50年了吧。我20几岁那时候就从台中回来婆家这里，就在一个杂货店，突然看看到人的嘛。就看到原来打扮那种又高高的，气质又很好，很高贵。我突然看到说，哎，我怎么会在这里碰到这个人？就变成很好的朋友，就一直40-50年了。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不容易的，对的，对。我婆婆也算是蛮苛的，很厉害的，对呀、我也是被欺负过的，因为我是台北小妹呀，台北小妹嫁来呀，我也不会做事，也不会煮饭，就蛮个事情做唔晓做啊，所以不跟妈。我先生去上班以后，你就开始跟妈啊。你的辛苦的我唔知样呢，想要进来看你，又刚好有事情，又没办法进来看。哎呀，很久了。带孙子。你要带孙子哦？啊，煮饭给他们吃啊。你带过来给我一个啦。我们做上课要放下，一定要放下。你没有放下，我们年纪安排嘞。找一个男朋友给我就放得下了。啊，我们呢，这样会健康。每天说怎么改？我们也是一人一个啊。要小鲜肉哦。一起出国去玩，一起反正去哪里我们都一起。我什么都会找他，他也什么都会找我。就是去那个西班牙吧。这个是西班牙，对，西班牙啦。对。嗯。看一下西班牙的。3个坡道。这个在那个一个什么馆那边。这个好像是去韩国。这个不是我们做，这个是韩国啦。对，我们3个去韩国的。对。这个好像。这个我们进乌来。乌来啦。乌来呀。对。有啊，对了，你也看到我，我们一起去乌来。那个秋意那次也有去。我那时候是跟他去西班牙玩了8-9天。哦，他真的是心在家里啦，人在国外，担心电话都在遥控台湾，都是半夜的3点多，老公身体状况怎么样？有没有怎样？然后家里又养一只狗，是跟他最贴心的，一起睡觉。他这种很重感情，哎，他很重感情。他对人真是好，哎，不会讲，对人太好了。就是我们就是在担心他拼命做，对身体都会有伤的。啊，所以现在也是一直在劝他，叫他要放下。对，要放下，身体重要。所以啊，你看哦，很厉害呢。很强，你看那泡菜，泡菜有名了，你看。很有名哦。没有，这样子，这样子，知道吗？好。所以心要放开来。好。今天你已经。陈老师对待朋友、亲戚朋友，他都很好，很亲和力很够，笑眯眯的对待我们这，尤其我先生跟他也是像同学嘛，但是对家他又有另外一种威严。刚刚你呢，这来哈，总好比较有大人嘴比较重，哎，对。陈老师，这些美女，你的好朋友的太太都来了，来看你啦，爱你哦。金妈今天要唱歌给我们听。对。哎，我没听过你唱歌哎。她很会唱歌。真的哦。我没听她唱过。哦，这样。在车上她没唱过卡拉 OK。真的，哪天我们来带跟妈妈去跳舞唱歌。我跟你说，我每次出去玩，我都说哈，我只要在金妈跟那个玉美的旁边，人家都看不到我了。而且我也看不到，只有看到妈妈都给我们吃好多东西哦。对呀。所以我不敢来。对呀，每次来都我们都满载而归，芭辣啦，吼，那个啥，梅子啦，腌的梅子啦，有吃到哈。今妈就是我们家人家啦，今妈就是太大方了，对人太好了，真的。
我们都不敢来，每次都拿不动、提不动回去呢。下次再拖拉客，再也更以而且有时候太大方了，我都会说他们，像每次出国，他一定要帮员工带一朵电路啊。伊啥伊用，看30-40个员工，伊啥伊用，买起来做几多钱呢？系啊，其实伊有安尼个心啦。我该叫我出去时候，员工有，朋友嘛有，系啊，做我送。哦，系啊。我说不用啦，大摆我出来了，大摆买，迄日本啊买，啊现在就买电路做来帮员工。啊，我叫你说男朋友，你又没听到。没有看，影片没有看。你这女朋友了，不是男朋友。他说我们5个人先做，做一下而已啦。对。那你上餐鸡腿的有3位，1、2、3。你也是鸡腿？对。今晚要多吃一点。是不是？会啦，那个鸡肉先吃鸡肉。对了，先吃肉。吃肉。饭就少吃。鸡肉才会有营养。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吃得下，什么都有，对不对？慢慢吃，你吃1块，我们吃1块这样子。没有，你吃1块，我吃2块。我们要是陪着今妈去我吃饭啊，其实是较多啊，油胖啊、光化啊，其实要多吃蛋白质，蛋白质对你的脑部啊、肌肉啊。我们如果因为懂事啊，目的就是要泡汤在金妈妈。反正我们从台中一来啊，所以对个金妈妈个再见。今日若有来凉的时节，我去骨关啦，骨关泡汤，泡汤泡好就出来。啊，那下班若讲去台中了的时节，去唱歌跳舞，去达里路啦，嗨！2、3、4。2、3、4，1、2、3、4，4、6，继续。今妈要多动骨头，才不会硬化、僵化这样子。他原先也都是跟陈老师都有去那个教室学舞啊，就是。然后陈老师就很认真，他每天都会去台中跳舞。我们是后来看陈老师这样跳，后来我先生退休以后，我们也跟着去跳。看到了。这是都导演，叔叔叫啊，叔叔，导演，你叫什么名字？吴燕婷，你是我的什么男朋友，对不对？啊？不可能了，我本身没有孙子嘛，我很喜欢那个小孩子啊。昨天晚上有来啦，昨天他们切菜的时候有来啊，我们孩子也都好爱他，真的都知道金妈妈就是对他们也都对我们孩子都也很好，对呀、我们如果没那个清明节，我们来这边扫墓哈，我们孩子也都会过来看金妈妈，对呀、跟他抱一抱这样子，那他也好高兴，对呀、伊枪理想，讲枪理想，天天上怎啊安尼，怎啊好，啊将个标，唔拉将个标，个将条安尼。她是我亲姐夫的大女。有没有帮那个金妈妈也顺便一起管理一下？
没有啦，员工不用管理，他们也是要该做什么事情，他们会做。我有时候会讲一下而已。他们也是都会啊，只是说那个工作的时候那个部门不一样这样子。对员工很好啊，对，所以来这里的员工不会跑掉。鼻头那个钱来了，你外国来拢上班嘛，都好啊，你听得懂啊？就来上班，做来就免走嘞。我妈妈对员工真的是不错了。我们每年都会有员工旅游啦，还是说不定时带员工就是聚餐啊、吃饭啊，然后年节啊，有包红包啊，什么送礼这样。这一年来，可能我妈各种的记忆力也不好了，请员工啊、聚餐啊，这个就比较少了。可能我妈自己她也都忘了。Three，快点！居姐是在那一边，她有10年多有了吧？头两做差不多10万年以后了。伊个俺的心目中的调羹娘是真好的调羹娘，都无比人工少。伊很爽以后啦，以后参上啦，俺在提讲俺拜拜嘛该其实话都是给天爷来讲今是婚人家拜拜无就进前做较多抛出来跟伊都很困难，就给我们方便就对了啦。再见。你们要萝卜的话，1人2条去了。还有包心菜。你不拿包心菜跟萝卜吗？你妈拿走啊？明天你都消掉了啦，就冰起来不会，那就明天来的话拿。现在拿那个削皮削过不耐冰了。包心菜可以了，包心菜是可以的。明天拿，因为萝卜有削皮嘛，他们拿的话就不削皮的。这个头两做的人像俺那呢就舍不得离开了呀。那安好的调羹娘然后伊骨气嘛无安好啊。像俺以前半夜切菜的时其中我嘛出来切啦，就佮嘛还出来天切到喷。佮嘛真个话真甘心嘛，做唔讲俺自家哩做调羹每同年穷接唔会啦，佮种头现场做得好，也蛮了不起的，真的女强人。菊姐，2个什么2个是排天2个啦，2个是排第3个啦。他们需要工作啦，讲冒险冒险之来啦，俩子较做以前是较做咩，我就是说，我的这个祖先告诉我，这个泡菜是我的人生呐，所以我很高兴。去向该泡菜，每到俺妹教俺成功，规部卡就泡好些，个领下的人来做些，总他就泡好些，不是很感恩吗？就总要感恩呐，我们真的很感谢他，因为有这个泡菜等于说好像自己的事业啊，毕竟这个好像自己的工作做起来也会比较快乐啊，不然说我在外面工作领到的薪水一定没有那么高，一定的。
因为毕竟我在外面放荡太久的时间了，已经讲难听一点也爬不起来了，一晃将近最少超过20年，真的。最后回来，说实在的啦，因为自己也等于说做了很多让父母伤心的事情，然后自己做那么多，突然觉得说，好像自己突然清醒，我们怎么会变这样？所以就回来工作，因为那时候也是，因为那时候也曾饿到没饭吃。他不敢回来呀、他都知道啊，因为我妈最疼我，我们都有在联络。那就像我跟我哥讲的，他也应该要回来住嘛，然后他老婆也要回来，多一个女的，多一个可以去跟我妈做一个沟通的桥梁。所以我的想法是，他应该要回来住，会比较好，就对我妈也比较好了，对啊，这样子就会像一个家了嘛。关于这点，或许怎么讲，我现在就是也是要借重我老婆，来把这个家给它弄得融洽一点。就是陪伴他，就只有这样盯着他，不是看着他，是盯着他，怕他药乱吃啊。可能我们在家他会比较放心。昨天我心里很感动我不是跌倒吗？跌倒这个脚变成这样子，痛得要命啊！我儿子，然后背着我去医院这个上面医院拿药，这样。那你觉得常常会忘记事情这件事情你会不会很担心？我会很担心啊。可是这个到最后可能真的会连人都忘记，你会担心吗？所以我先生的照片每一张都留起来，妈妈的照片都留起来，这样子，不想忘记啊，那当然不想忘记啊。以前他很健康的时候，一个早上他会赖很多的那个早安，会赖很多给我们。我就嫌他说赖太多了，你赖一个早安2个就好了。他会赖很多，一整排这样子。可是这阵子他就没办法了，他甚至我赖给他，他也没看，也没有读。我们是朋友，看到你这样子，我们很伤心呐。让他忘记痛苦可以，不要忘记我们。对，不要忘记我们，真的很怕。我说我万一不小心这样子就死掉的话，麻烦你给我丢到这个海边游泳，我过去韩国，可以放我爸爸妈妈的旁边아리랑 고개를 넘어간다 나를 버리고 台湾是我喜欢我的很多认识的很多朋友都是这里就等于是自己的故乡一样。 안녕하세요. 저는 김형숙입니다. 한국에서 오셨어요. 그런데 대만 사람이 대만에는 너무너무 좋아서 여기 대만에 놀러 왔습니다. 참말로 사랑해요. 얼마나 기쁜지 좋아요. 阿嬷，当你把很多东西丢掉，改变很多思考，好好的去过你的生活，我相信一切都会变得更美好。妈。 俺都放心同了泡菜蟹都高本爱同辛苦谅解俺都做一个想做的
事情。按自家身体顾好啦。希望他身体健康啊，长长久久的陪我们啊。一定要放下，年纪这么大了嘛，对，希望他能够平安快乐这样子。